大家好，我是嘉玲，今年23岁，身高是167，体重45，天秤座 A 型，曾经荣获世界华裔小姐亚军，还有世界旅游最上镜头奖。可爱3连拍吗？可爱漂亮星期五晚上9点，我在闹笑连等你哦。看看第二名，你心中的第二名是谁？第二名，第二名哦，赖品妤，赖品不愧是我们这个 coser 界的皇后。赖品，她以前就是她在参选立委之前，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coser。哦，对对，她平常也会去做一些 cosplay，所以算是以立委参选来说，算是一个蛮不同的过往经历啦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我等你的传票。你等我的传票是不是？你要等传票，你这么嚣张是不是？因为我就觉得他们就是有时候讲话都很无脑。看不到吗？好 ，OK， 没问题，我确定看不到。那第一杯要来了。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你也可以分阶段喝。喝完之后放下杯子，镜头微微一笑。哇！好不行，好酷啊！是不是？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可以忍到什么程度？哦，怎么那么的